正就是我无伫啊。啊，政治点啦1点半1點半啊，接嚟啊，豆嘅嚟啊，唔要緊。恭喜發財，不我拿出啦，了個。我 love you 啦，love you 啦。大家都讀靚啊，佬。冇啊，我拿巴生。巴薩唔食靚啊？你陣間就好，你陣間拿靚，佢問我拿靚嘅。冇嘛嘅。來我實我啦，我拿頭隻嘛，白佬。係我實啊，乜實在到家。OK。OK。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恭喜！歡迎咱來到檳城學嘅嘅節目，今日我們叫雞。KFC 只隻，啊 KF 都只隻。阿 John 你唔是叫阿咩？阿 John 呢？唔是叫龜哦。真正貴嘅料啊！買香港為記哈。係咪？又嚟 OK。哦 Sorry，我做 B，sorry。我做 B 小嘅，OK， 來介紹特別嘅邊咧，就禮拜咧，就是我做 B 嘅，我做 B。大家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發財啊！發財啊！然後佢有特別嘅邊就是日本鏡老家歡迎。唉，大家恭喜發財，恭喜恭喜！今日是幾號啊？今日是七幾？今日是28號啦。28號啦嚇，真正係數嘛？真正嘛？28號嘛？今日。你是阿 John，你是28號啦，28號 release 還是30號 release？ 30號 release 啦。30號 release 係啥咯？謝生，你謝生。Oh my god！佢有挪工。等陣佢有來佢有老椒豆嘅歡迎。唉，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了豆嘅咧是小矮誒。啱面本嚟啱。阿 John 隻歌啊 ，John。叫乜？你是小狗啊？我是小狗啊，是啊。小狗咪是咧，變咗學嘅咪是牙咯。那係俾佢嘅線上是啊咯，咁。แล้วจับเกสิแห咯，我做咩สิแหแล้วแห哎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另外一個แล้ว就是大粒頭係咪？大粒頭是笑唔使講嘅。等你條書，唔是條書，等你人嘅仔嘢。冇啊，陣間大粒頭嘅 information 啊，佢看嘢 podcast too much information podcast。我 try 回講佢嘢講啊，大粒頭，你嘅笑啊，你嘅笑是到啲辣，以前個啥事就講辣爪以上咧想一出講做啊，為咧係到啲做後背。未使講，OK，今年咧是貴。Why generation 加入 generation 先 ？That is the only information. OK， 所以有可能咧，是一出如果啥事就我領嗱，再次俾有990嘅就而家存住全部對人渣諗唔晒。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ไป我咪今年先我給你嘛，給你好或者歡喜我準備給你嚟講拜年喎。你是話老了，老雞，你是話老雞波？我準備老雞波。老了。冇嘛，老雞波嚟講下，今年過年，哇，你咪是入市會咯。而家入市會啦。梗係冇咁棍嘅，哇！飲之後冇幾鬧吹半嘅，
就知道入我市會準備入市去啦。真啊！有機會等陣我被放個標啊，等我去 share 你 link 先。真正無對厝啊！又杜蘭咯，哎呦，死袂使講真正，袂使講臭啊！啊，你有雞蘭咯？Sorry 嚇，唔捌看對哦。唔是講咪講杜蘭，咪講雞蘭嘛？是小雞年，咪是講雞蘭咯。誒，咱特別真正冇食雞嘛，所以今年雞年會使別使食雞哦。乜係齋？每豆嘅？豆嘅有雞年會使食雞哦。我在厝啊就只贵哦，所以就是有糊有黑有猪大汤。哦，小我嘛愛。哇！and then 就怪拜做工做嘛做工哦。你是前幾排那是30禮拜。今年30喎嚇，今年。今年有30。30年到30年咩就拜咯，拜啊，然後暗暝就大頓咯。你往食落去哦？冇食咯。你冇食落嘅？我嘅人食咩？我嘅人啊，咩咩有糊有黑有豬大湯咯。雞哦？冇雞啦，直接有雞嘛，都冇雞。而家冇雞，冇雞。而家是雞。有冇隻盤菜咩豆嘅？盤菜咱舊位煮個隻。福建人食盤菜，我都未曉。即幾年嘅實興食盤菜啊。福建人食盤菜，即係盤菜個叫講好話咧。係咯。講食嘛。日本嘅，還是咱餐館當然餐館做伊出名數。I think 是 trend 過啊，未曉哦，但我本是舊年有食過頭燒。咱今日好啊，今日搞到大包衫，每人裝把叫雞過。未使講 too much information，就等食嘅啦。你做咩對大兩頭？你做咩對大兩頭啊？日本家你唔敢講。唔係講啦，只人聽唔係。未使講。是辛苦晒，是講有啊，把叫過啊。冇啊，應該是 review， 伊就是死咗一條。冇啦，人講 KFC 是叫嘅雞啦，人講咩？有啊，最近頂個禮拜才去叫呢。叫你一個學啊嘛，我做啲怎麼講？要去 order 啊，叫雞啊，要去食雞飯時，攏食燒，是個食燒嘅，是個食白斬雞。燒嘅啦，只。你唔是燒就做，人講你要食燒雞，還是白斬雞？愛還是白？愛。哦，你是個食愛啊，我是個食白哦。白狗隻，我特晚甲叫轉來呢，落二波。嗱，佢講唔啱叫雞，佢講唔啱叫。使你講另外一種嘢。你是乃當家嚇？你乃當家什麼意思？乃當家去叫嘅嚇？係乃當家叫嘅嘛？唔是啊，係你學下咩啊？係咪村啊？係咪姓村？而家十落你看幾哪站咧，有嘅人做學，你睇咪乃當家去。乃當家叫雞啦，乃當家叫雞，我乜叫佢知道？唔是我乜叫。哇，阿 John，未睇。我乃當家貴，我就是忘記，我甲我朋友係笑即同我朋友講甲了 SPM 貴啊，去根頂。根頂落來嗰時想講去 KL 嚟大聖誕節咯，一落過嚟 KL 嘅時候。期望喺大學就 fully book 嘅了喎，所以我死人就好啊！我掉就 KL 冇位大就，然後走去伊個我唔知到到日本啦，到 KL 邊，啊走去陪咯，哇！去看到成個咩照路
酒店啊，咪酒店啦，所以咪哇，行去樓，因為一直是去嚟當家啦，即係行去攞波呢，出來留意特別情啲，除咗美甲等等，靠啲啲特別數，哇，隻頭炳線咁樣行落去，看到無胃口是不是？冇胃口，我梗係驚啊！我是你就話明日冇叫我幫襯我嘛，仲緊啲啊你，啊，嗰度可以累喎，冇得，我不叫佢行起樓梯，特別 actually 我諗大係根本未講真正，我I think I 叫根本應該有，我 ended up 大嘅。特別係那個大真係較平安些，我看到有囡仔嘅就唔是叫雞學到咯。特別我講驚本啊，我是嚟當家嘅，嚟當家去而家是往一定啊，計小錢啊，往幾千嘅啦，6千啊，6千大波，伊個是房間嘅使4千啊。特別我人去睡是4咧人去啦，特別2人加去啦，你有時啊，我嘅同我嘅。4個大波佢驚喎，佢驚嗰人起來拍車王啊！所以每啊，我就吸每起來時，山伊有一個成啊，係可能 make up 嘅多啊，你行啊，地啊，就到頂嘅梳妝台啊。我頭家咧殺去每嘢，他跳落。冇阿俊，那多幾枚？多幾枚？幾枚的？我一名嘢，你阿俊啊，那時講拄着幾邊裝啊？還沒到頭。你講嚟當家，出嚟當就是到落嚟。嚟當家是只隻你叫機會啊！伊到啲樓頂嘅啊，有你樓梯暗咧行去，你叫機會。So that is the term that you are 用嘅啦。對。喂叫，我唔捌聽過。哇！那當我準備把教完啦。我唔是聽對嚟嘅。哦，我唔係跳佢本我準備教咯。誒，你講到啲字係假啦嚇。我是個只啊，咱每一件每，我準備是個只哦，你哦數。哦假小假，然後。到嘅都是個只安怎？白斬雞。我們是個只白斬雞，但我知啊啦，日本嘅是個只白斬雞，本來把你個叫呢嘛。然後對咯。頭咧，大粒頭是個只白斬雞，係是燒嘅 OK。我還沒見過只。特別你有 preference 啫，還是冇內行嘅啦？equally 是個只。我雞、白斬雞、姜嘅雞、鹹嘅雞。叫嚟當家嘅雞，特別唔是人嘅雞，唔是人雞，是行路嘅雞啊。特別我是個只咧白斬雞，我是個只一倍。咦，白斬雞嘅倍啊？啊，你白斬雞阿邊阿妖嘅喎，就是我啊，我就是我係食白斬雞啦，我一個定我是冇食嘅。你配嘅白起嚟㗎啦。我唔要見到白刀嘅，做成。阿John，我講阿John，我係現在講水啊，未食過食啊，梗係食到佢個水。白刀咱就去食嘅半時候，你就。我係冇問題，我係食嘅，一定要食冇問題。你學我你配成啊？你掛你。Oh my god！大家感覺有 scandal 喎。你掛你配到啲，你掛你配就話啦，好啊。而你又是正電視對你食人嘅配。Oh my god！我就是嗰隻，你特別換番椒，換啲咧紅嘅雞背番椒。啊，是啦。無聊咯。雞 OK。真正無點厝啊？講話。有啦。無啦，我6月咪對嘅數。哦。6月第四對。隻狗應6月背。
六月哎呀，都未到魯本。咩啊？我七月嘅走哦。我6月尾走。哦，我入4號教，入4號教啊，特別我特別後 calling 別入4號，我是迄個入4號15號我們走咯。maybe 特啲 Apple 係嘟到你，後 calling 呢？我唔知係真嘟哦。我係前度就好咧嘛，你前我做咩？in case 冇看到我咧，看到都看到人道人。不要緊，我打飛機電話俾你。我去背書本啊，報告 ought to be，嚟飛機嚟馬嚟馬林多嘅頭前單話。Sorry，我做咩對kampung啊？你對到咯，你對什麼啊？冇啦，我對。你對邊個咩？我對邊個啦？你對邊個？你未等夠入4號啊？我對邊個？我已經試過月尾對4個禮拜嚟講夠日半樣咯。你短未？好，一件好事就係阿貝俾個。嚇！係個 plan 咯。我到底我是冇賭人嘅啦，特別係你嚟講，我 make exception 啊。哇，個 honor 我做呢啲事嚟交 honor 㗎你。because 我冇大，我到底我頭接有時咪講啊，傾講頭接啊時。別使講，啦 underground。係啦 underground 嘅講啊。underground。Lagi lah turun tangga ke kau. Lah turun tangga ke kau. Kini 我去看到你 Queens Bay 有呀個借咧嘅物件㗎啦。啷看到 Queens Bay decoration 咯 ？Queens Bay 冇啊，啱啱看到，我冇看到。我看到啊，有隻隻一間厝啊，嚇，我看隻隻雞啊，行三人。我你講幾部本哈，佢哋即刻去 Queens Bay 啊？喂，大餅嘛。You are the spy. Yes, spy. 哦，你講喂，我知道我 Queens Bay 嘛。我冇人 send 好我本啊。嗱，我看。三百幾定我。這是哪一個咯 ？I think 是。我都看到啊，我 bloodline 個了出來啊，你水。我白嘅，啊，水。你是這唔是掉？哇！煮過了。做鬼啊鬼！這是chicken pot pie 煮過了。嗱，這裡。啊，真正水。一個綠色嘅啊。因為一月尾2月嗰次是有落雪嘛。嗰個啊，嗱我係8個我係慢咯，就水啊整。I think 看者。誒，冰水啊！真正水。我看無看行嘅。冇咩？你較 slow 下伊個 delay 上下 feed。嗱，是我話人多講話嚟講，應該是看下部。YouTube 是要 show我效應啊。冇。我小小應該冇，我看我呢幅圖啊。冇咯，依度 YouTube 會看，YouTube 冇行咩嚇？啊，到頭。啊。我冇看到，我看到 of course 你係邊啊？你看。我冇看到。it's slightly delay 啦，slightly delay。slightly delay YouTube，但我聽 YouTube 嘅是本是真正 delay。我係8頭兩機呐。啊。那我慢慢看啦，到底後尾頭兩機。這樣。都係正機哦，嘅。唔會其實這醜哦。嗱，小氣個摸裏邊。嗱，你看我馬甲有一個咧零嘅，我馬甲有隻翕零翕小影。係咪零？零嘅。Q2。生肖。哦。then 個有我應該是做12生肖啦。12生肖，แล้ว個有隻你冇去得 N 樣嘅度。N 度。去 N 樣度啦，去做你善行啊，花壺啊，呢個打頂住你爸爸咪是講我，但係我可能係記哦。
未記啊啦，我冇哈，sorry 我冇，你冇咩？我都冇你 calendar，哦，你本冇啊？阿涵冇啦， ，OK，那是今年啦，你拄到我有路。你已經 promise 人家濟人啊哈，你佢 promise 我，我 promise 人呢，阿涵嘅路呢。OK，免啦，不要緊啦，你阿少免 John 啦， important part 就是你有 enough stock 冇。你咪未記啊，你咪未記，你蓋留落嚟哈， free show，真正先死啊，咪 show 你嘅門可看，呢句你冇意過嚇，就等個十句你夠意。係啦個時我講你講乜嘢吹？ ，OK，啊，會使啊，但是你講我 WhatsApp 我是你講下，是我等於想講這樣。我有串過你個，不要緊啦，即係特別，你知道？即係 OK，嚟講，一線堂，嚟一線堂，二樂，自臭啦，三鳥，三鳥，四姑，四姑，五槍，個超，六雞，啊唔是六隻，辣椒，七碰醋，切碰醋，八虎，白虎，九鴨，膠牙，十蝦，十蝦，十一西。十一世十二算好，搞到冇人世。啊，對㗎，對，都是本來好。所以今年咧，其實咧，但是咱咪對咧今年嚟講咧，今年其實是壓年嚟。乜是阿你十？嘿，係你哦，係你，係你，係你對嗱，對，所以今年未使只蝦，唔是未使只雞。變咗隻蝦，雞使到只，嚟當間使就叫。嚇，招叫招字啊，唔要去免金錘。亂講啊，當劍啦，你講叫雞成呢較好。阿 John 你問錯人了，你問錯人了。เรา冇見朋友，冇見媒款。嗱，free marketing 應該是成立較好嘅啦。係啦，要 the prostitute。好了。去年人聽講都是嚇，貪嘅雞嚟。哦，貪嘅嘅，哦。But at least it's better than last year. Last year 迄個老狗就是小嘅老。小狗，你怪到到誒，因為我講啊，我講 last year 嘅狗就是小狗嚟，規個世界咁樣差不多。好啦，調換啊，actually，有時我不得要會食小雞。OK，咱講到對啊，雞啊，是唔是只型？真像咱食嚟講啦，雞是真正好嘅 protein 嘅 source 嚟呀。咱雞會使做一萬項物件個了啊，從雞卵起啊，咱干那雞卵一粒，然後你使做到一項物件啊，就真濟行咯。有。I mean, hard boiled egg 咯，and then soft boiled egg 咯，and then 煎卵包，當時個隻安怎卵？煎卵我是做嗰隻soft boiled egg。哦，煎卵包咧，你是用嚟點煎嘅，就干干嘅，嘅胖胖嘅咧。對。and then 伊中嘅yellow 肉啊，會老。買食個料。你是個隻會老嘅哦。我是個隻係老嘅。我們想，其實可能食我可以想食咧Asia 嘅煎卵啊，樣就是講伊油較濟啊，แล้ว煎就是啊，伊噼泡咧，伊泡嘢，伊邊啊胖胖成罐嘅你看呢？個garing嘅哦，係啊，garing han。好料哦，要是吐就是一個微接不出來。是咯，好了嘅。淋豆油呢只。吹牛我們講是個食，
哦，炸完木须 ，Oh my God，炸完嗰是電班人嗬，你係白啊，還是干那係湯雞湯咧？炸完木须啦，炸完木须是入面係雞湯嘅啦，咕咕的啦，嗰是咕咕嘅嚇，咕咕嘅，Japanese food 係唔係？啊， ，Japanese food 嚟嚇，啊，反正叫炸丸嚟 Japanese food，我唔知應該是叫炸冇知啊，我唔要，炸完日本家都冇，那日本家都冇得，是咯，幾個日本家都不正確，我唔識試過買，啊，你咪試試看，就安怎？嚇，你咪試試看那叫炸丸，誒炸丸，哎呀，我唔是芒果嘅事，芒果日本人話。是知芒果，我特別教我表哥講，誒，你細個你真係自己種嘅芒果，一個夾出來，一個插進去就對嘅真正。我那是要知係咩意思咧？嗯 Google 朋友， Google，嗰單 Google 啊， Google， OK，嗯，我才見食，我女嘅啦，冇想嘅嘛，但我們才見食，我是個食咧，總之是女呢，就是屬個食咧啦。我想哦，你本想啊？嚇，我看到女呢，哇，誒啊，喲，我咪想，我是個食最近我哋小食咩？我那時講冇用啊，你在做工啊 snack 啊，你就早起我請起來我 breakfast 我至少請起來我就昨天晚上就出門啊嘛，所以我就殺隻隻女咯，我殺女啊，我下到啲程度我擺好時間啦，然後一出嚟時我就咧日殺一粒不食，然後食個食啲 snack 咧，嗯，阿肯食不能食，我冇係滿豆油冇係飲冇咩就啫。冇，豆油都好食啊！點知我自己攪啊豆油攪啲椒，做隻椒啊等人嘅，哦，但冇冇一個糖，你係咪燒星椒對，搞咁嘅事。有時攪我成日做成個人換佢哋what stickers 嘅事，係咯， plastic 啊，嗯。啊，แล้วว่าจริงๆจูพอสิก็เลยเจ๊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ว่ามันสิชุนว่ากิจโจเต่าอยู่ว่าแล้วสิว่าแกว่าถึงว่าสาได้หนึ่งว่าก็เลยอุ่นก็โหเจ๋งเอ้ลองว่าเป็นมือขวานเนี่ยว่าจะ particular ว่า recipe ว่าเป็นจะจูนเนี่ยนะ所以แต่ไป consistent เนี่ย出来 result แต่พี่ว่าแต่ไปก็เบกี้เสียขึ้น来所以กี่มินิว่าก็เบกี้ 真慘，แล้ว我มี辦法咯我冇時間裏面想食嘅冇自家那邊想食嘢啊。誒我見我係啩喎 After boiling 冇，我嗰隻 after boiling 我可以阿冇想食嘅嗬，好像是4 minute，我大像是4 minute to about 4 minute to 5 minute 我而煮頭講起嚇冇啦，你煮啊，我嗰隻是係煮啊，係亂落去，然後特別蛋看，等你一 boil 啦嗬，你咪是 boiling 啦 ，boiling 啦嚇 ，from 迄個 boiling 嘅 start point，轉去4分鐘嘅那款，แล้วว่า冚4分鐘一冚開，嚇，哦，แล้ว冚開แล้ว有時間出嚟，冚開啊，倒嘅小水啊，我都是浸冷水嘅，哦，所以你 boil 4分鐘 ，OK，加4個分鐘啊，南面你做出嚟時，那邊啊冇呢，冇唔是 hard boil egg 咯，伊是乾女嘅。看女頭醫生淡薄成個壓女錢嚟食呀，我點解最主要關係唔是？伊無水，醫生壓女成個壓女嘅，對，我是咁樣咯，我煮嘅時呢，我煮嘅頭伊 result 個女講嘅上咯，特別我煮嘅時我是係成都嘅出來女啦嚇，because 就是成都嘅出來女係到啲會填水。然後行到啲灶去開火，去大火，然後就是冷魚煮起咯，冷煮滾，一隻滾大滾咧嚇，我就冚火我係浸掉7分鐘。哦，你可能都冇想啊。浸掉7分鐘過啊，我就倒水了，就係冷水，浸冷嘅水可以，所以別然後可能咪得，特別我個暑假食，特別我大排未記是8分鐘嘅是7分鐘，還是7分鐘。แล้ววันที่我ไปจักขันนุ้ยแล้วมีอุดตัมโปจุยนี้ว่าตัวแห่หลักหุ่นจริงแล้วบอกทำรู้จุดต่อเจริญว่าเขาจะจุดต่อเจริญว่าเขาจะจุดกันก็จะอีเสียงนั่นฮะจะสตาร์ทจะโลโลกี้มาก็เป็น
佢應咁樣3個半時就大把佢就等住水管。很啊，只件呢就好似企喺大邊看，一百多個腰，對，有陣時候未打鼾呢是啊，你要食係得殺女，是要食糖女，特別你未打鼾等你管水管呢，那你起來煎女，煎得食一個無敗。又愛食糖女時有幾時？我係想食糖女嘅喎，糖女講得糖誒。吞咗咩女？糖女啊，成日殺半齊食。殺半齊食嘅。殺就唔得喎。好啦，啊，你唔是講你自己食半齊食嘅女啊？我自己就半齊食吧，我是外口食，我自己了做。哎呀，路人迄邊嘅了，就是外口食啦。係啦咯。因為我是嗬，我捌 try 過自己做，but the thing is。也但面夾袂準啊，所以嗬，三仔就迄個啊，三仔就也都喐喺度定去，三仔就嗬無谷狀款啊，所以嗬我不要不要安怎個啦。你巴沙馬拉咪是要買迄個黃色甲白色嘅，你有你殺女嘅物件咩？我冇買得乜好我食迄個最半細細嘅哦，做咩事？因為 cholesterol。我冇嘢，你食啫。你買鞋啊？嘅女冇嘢。我教你啦，你唔係見到一年食一道，其實真係食呀。哇，講你女有少上度嘅哦。有。OK，所以你教你上度嘅女啊，我教隻我做筆本。喂，你女你教出來到上度位，你教啊特別。如應該我做邊係應該是有水轉有轉水哦。有啊，你水轉轉水咪係地轉啦，成日動淡薄鬆啦嚇。啊，淡薄鬆。啊，真係講吧，恭喜發財，真係講。恭喜發財。我真係講。等陣嚇。啊，OK。再去裝版。OK。記參聲嚇，真係講 ，thank you。我看你嘅。你雞雞，我看到你雞雞，今日看到你嘅嘛啦？你別看到半行 ，because 我來上班 ，because 伊人喺邊聽看 TV，到啲 hotel，我在做上班。哎呦，一人一間房。有嘅，我有。cholesterol actually 唔是幾好嘅，係就是 quail eggs 啊。燉蛋。冇啊，冇想講雞女。我講按照殺，按照湯女，我人按照殺幫成食女，湯幫成食女。同埋我講 cholesterol 本嘛。所以當啊，是啊。唔係我講聽得煮，喲，我真係特別冇啦，個人個人嘅快，你 cholesterol 慣。看你女大粒細粒嘛。攞咧女白拖了。Oh my god！講人講女，人講妓女，人就是講人女。哪三思路嘅？啊！你是蛇魔女嚟啊？咁樣。皮蛋啊！等我講咗神嚟，講即係功夫啦，只係功夫。你就是嘅，你最專下。OK， 因為那是你那是到馬來西亞，那是我媽伊個女養隻啊，買嘅時係到啲國家就快隻，你冇少生度嘅咋。啊，你女咧，你就免嘅去浸咗水。但是講我係是到生度嘅出來嚇，你灌水灌嘅時，你使嘅大個灌水啦，你免用。你係用你卜咩使啦，成愛咩使特別。你正開火管嘅時 ，before 你開火管水嘅時候，你成日你女係隻碗位，然後你開你水滲嘅水啦，怪少本啦，特別唔是真係燙啦，就係一浸嘢冷嘅女就啲滲嘅水轉女滲嘅水浸，一邊你就開火管，我是用佢哋電嘅大哥啊嘛。
所以我就開定定個水咯，水就係滾咧，你內係對曬夾出來浸了你做水位啊。所以若是講你用上一個喱還是一個位來講，你個喱袂使上細啦，特別怪大。你成日在叮當，咱到馬來西亞用嘅個喱啊，你可能慣啊，你可能闊啦，啊無就是你 small 嘅 saucepan 咪使，你就倒你送水走咯，แล้ว你就慢慢倒你滾咧水到底喺你內，所以我你會做嘅就是你夾你生度嘅內嚇，做 room temperature。所以你用你燒嘅水就變做 room temperature 內去咯。但是你 already room temperature 內，你使 skip 頭一 step。OK。倒你嘅滾嘅水入去你個咧位，你唔使倒到你內嘅殼位，你倒到你嘅胃嘅邊啊，你倒到內殼上快一邊，一內嘅邊啊。你係衝落去，所以你衝你慢慢倒到邊啊，你係摸個冚加貴一內。個冚過啊個半粒，還是一粒嘅內嘅管咯。你就剪掉，還是水起下面。你 cover 呢個管啊，是講你先你水 cover 過一內啊，嚇，個 repeat about half an egg，或是 one egg high 啊。你要夠水啦，冇夠咗。OK。放掉，你 set 你 timer，嚇你 timer 就是我未記講偌久。阿 John 啊，安尼款呢嘅你我買只小菇啊，把刀搖嘅，先嚟啊！見咗了時間。講我有knowledge way of making knowledge。講。knowledge way 本 OK。一個呢就是你夾你嘅薄勁啊，你聽水啦，聽水搞得伊 rolling boil。OK。แล้วสิลูกแต่พี่เย่ช่วยเดี๋ยวไอ้กวนก๋วยเย็นหนุ่ยอ่ะทำลูกแห่งเป็นคนโหอีช่วยแต่กวนก๋วยหนุ่ยแล้วลูกอี rolling ball แล้วสิอ่ะลูก lower หนุ่ยก็แล้วลูกขี้อ่ะลูกขำมาเลยค่อยเซแต่อีเซflame and allow for ลูกความ size of หนุ่ยละ small เลย3 minutes น่าสิ medium เลย4 minutes น่าสิตัวextra large in 5 minutes. It should like just nice. That 看得真細嘅，可以未使真啊大啊。點樣啊？啊，แล้ว the second way to cook 就是你下下啲內冷嗰啲water 啦 cold water 啦，下啲 cold water 一冚掛。แล้วทำก่อนแล้วคุยทะเลคุย or eat until comes to rolling boil แล้วอยากขี้ไหลคุยแป้งอยากขี้ไหลลูกปั่นใส่ for 6 minutes ไม่แห้ที่ทะเลบอกทะเล stove ไปดูยังเรื่องอยากชุดไหนยาวที่ทะเล用 residual heat 嚟做。特別別食佢咩？我煮 hard boiled eggs 人哋估咗咋，特別我講是 soft boil 咋。這是 soft boil 啦 ，soft boil。soft boil 你估別我，你看我煮 hard boil 嚇，我們是浸掉水為冷水，開火，再滾嘅時夾走7 minutes 呢嚇，佢就變咗 hard boil egg 喎。未啦，你夾起來哦。特別我特別做嚇，我做 the first one because the first one 真係好真係嚴重嚇，一滾了嚇，你個下落去。滾了下落去啊！你夾起我特別 transfer to the smallest flame smallest ring and smallest flame。細粒 3 minutes， medium 4 minutes。我成日是7分鐘嗰啲後邊，我哋 try 嘅時候，我係叫我係8分鐘，因為就冇時候食，所以我食㗎7分鐘，還是6分鐘，我未記啊。那是講啊，你 boil 啊，你就愛10分鐘吧，你家會攤 hard boil 嘛，慢咗你6分鐘嘅啊。我啦，我特別我食㗎，我 hard boil 一條兩邊較甘過，伊無變白，無變黃。伊較甘，但較淡淡咧，伊唔是老啦，特別淡。我知。特別你在這邊嘅人啊，想做伊個 soft boil 啦，伊個白，個 still 伊個白定。我冇食過阿毛嘅 soft boil。
soft boil is soft boil， tapi 伊會白定了，伊會白一粒水出來啊。伊會來面軟。你係你是成日你食 ramen 嘅軟啦。ramen 嘅軟邊成呢？所以你係軟哦，你就愛。你嘛是做下咧，安尼看咧，你做下咧，六分鐘啦，伊個外口啊，伊個外口，伊個啊，對咯，6分鐘咯，我嘛是6分鐘嘅，伊個外口定特別內面過 runny 淡薄過。runny 啦，對咯，我就是6分鐘，成日看7分鐘，就是咁成個壓軟，你看食，然後那時你過較久咧時候，個8分鐘個10分鐘，伊就變做較粉起嘅軟。所以六分鐘啊，做6分鐘啊，伊 still runny 特別伊個錢啊，伊個錢 runny 特別伊個白是伊個白淡薄定，伊無講真正定，但係伊個叫 tender，你會標你啦，標你切落其實伊流個了出來，所以但是你買下咧，加了軟嘅嚇，上個豆腐花咧，嗬。你成個人食落啲嘅時啊，布落啲嘅。係你 first method 啦，就是，所以係 first method 就是成個我是我是冇做水咯，我冇什麼嘢就，我是頭滾嘅水，我愛得放軟落去，還是就是我冇是甲放軟落去做咩啫？我是伊個筆，伊個。你就落啊，伊落，你袂使掂落去啦。冇是伊個 ，because 我女我抓水下，我是多抓水只去我instead of 嘅多幫我女只去我剝落去啦。因為我煮嘅是煮電嘅大鍋。OK。我特別我多時我慢慢做到啲邊樣咧，伊就未別咯。那時我創啲女就別。創啲女別時我真激死咩？我特別係我日一個上家係你都在諗食螺嘅係你。你撈。然後你慢慢落去落去啊嘛，你白了後面夾過去係啲係你四蚊。即係澳洲比啊，但係冇講食菇嘛。你要去浸水嘅時候，你是特別等你水滾嘅嘛，你咪是條蛋，然後。伊就上點聲，by the time 你水滾咧嚇，你到伊 room temperature 了，然後你慢慢倒你水落去時候，你等下個是6分鐘，個是7分鐘，伊就是 soft boil 嚟㗎。這是7分鐘。特別唔知看佢，唔知啦。我總之等小菇啊買得掉啊，做到自家啲菇煮好了，係到成都嘅出嚟食，爽。是我就是我問到，是我是實在嗰啲做，特別你soft boil 一往時我就想食喎，尤其是你多士你落地啊嗬，你係豆油個學做款咧嗬，你白你落地啊換呢咧內嚟食真好食嘅。特別食康口咧，往時小食你個未使小食因為白同冇定咗個冇暑假。冇嘢，我是食咗嗬，我剛剛佢食啦。伊是伊個肉啊，不是定佢咯，伊個white 啊，伊個white egg 啊，最哦。完咧你真係咁慢。我都奇怪，冇，我都奇怪。你人John 你人講聲嚇，我聽掉，我去剪嘅，先不多樣。OK。แล้วอันที่ลำบินในเซกุยกว่าข้าว我就奇怪，點解唔識能力嗬？食佢咯，然後就問啲人我，你講 OK，個做一下好啊？是上塊啊，幫乜個講最係啊？未必咯，我計講一擺啊，然後嗰時第2擺就冇上塊，哎呀，走隻啦。哎呦，個走隻我唔敢食咯。奇怪誒。奇怪咯，就講點解嘢都喐定佢咁樣林面是不是他個食啊？他個食啊，是也能是他個菇呀，我冇清楚。有可能伊係成都小菇，特別有靈哦。我冇乜清楚喎，因為是 order 嘅嘛。特別你食係我嗱靠 order。我食係是燒嘅。我就食食，我食湯類啊，湯我就殺喲！我點解先係什麼時食特幾隻落嚟啊？
哦，大家去啊，個有人要講機，唔要講機。講幾卡？只幾卡？幾卡？只機你而家講啊，到頭。你講是今年嘅機是貪只嘅機啊？不貪嘅機，貪嘅機，唔是小狗，特別是貪嘅機啊，貪心嘅機。今年是灰機嗰陣，咱應該食德基啊掉。咪講緊呢隻啊，你看 news 佢就知啊啦。食類，你可能貪啦，是講下。特別舊年就食咧，舊年就食。你知我知，咪講緊啦。舊年就食喎，嘅小狗年時就食喎。前嗰個大立頭，佢就講你講，你知我知，我咁樣我人咪是想必知本。咁啊，你知嘅伊知呢，我人咁樣人咪想必知。誒，寶寶，我俾講到啲嘅卡你講。幾卡？有幾卡好食咯。炸豬，食咩嘅卡？幾卡有兩行 way of cooking 嘛？幾卡 ，either 你煎過或者哦，煎過是成個人去食點心嘅事嘅。哦，還是有本啊，樣當時咧學食嘅，你學豆油嘅機，頂到跟你 drive 啱啱咪少唄，因為是有煎過，有無煎過嘅咋？哈，無煎過嘅本好食。無煎過，我較就是食滾湯就是食，無煎。就到對迄邊咧是刷頭家食。我豆油。啊，你學嘅嚇，真正好食。煎過伊個靠一眼成個皮，但冇成個豆腐，但係腐竹呢，成個你啲家機。啊，啲家機就冇。貴啊喂！佢哋無煎，你知影無煎貴，但係好食啊，咁講。得咯。Sungai Nibong，是哦 ，Lipsing Garden，對，大陸。係你 Super Tanker 咩事啊？你Lipsing Garden，Lipsing Garden 咪有бан山咯，對。Super Tanker 對面咪是бан山咯，是。我在布地嗰邊，布地。布地對面咪是бан山咯。бан山過嚟後尾有一個有 flat，然後有賣福。我知嚇。冇學嘅你咋？我唔知，特別我知我嗰邊 area 啦，意思是，伊是只出名福建麵來，伊個福建麵係咧一間嘅咖啡店啊，伊後尾啊伊賣雲吞麵，伊有賣雞卡，真正好食，無煎過，真正好食。我 actually 我較喜歡食，你話我較喜歡食無煎嘅。即個無煎嘅咯，無煎嘅嚇，伊真好食啦，你去 try 看，就到對你去 try 看。OK， 我使下邊往位，往地頭，然後往指入邊下邊 ，so 我使去 try 看，你是講係你叫咩學嘅麵入邊，然後伊雲吞麵。伊雲吞麵是啲後尾，伊福建麵啲面整，都好，係你бан山嘅。隔壁一座 flat 有咖啡店呢。伊是按上位置бан山名字吧？是咯，冇像бан山是 Super Tanker 對面接有是啊，我唔知道位置。бан山是 Super Tanker 對面接掉。對，冇бан山。到你個邊啊？到你白格格係sign下邊，我唔是白格格。你出來 from Super Tanker 係你 junction 嘅位啊 ，that means the junction where right 就是бан山 left 就是 Super Tanker 嘅 that junction 啊。等下 right。OK，你到底，你先你是到底 Super Tanker 行出來，當然頭前看到бан山。OK，你嗱看到бан山，你 turn to your right and then until the junction。然後 turn left。turn left and then 你自己行 until the end of the бан山。就是嗰邊有 flat 了嘛，對。對，嗰邊咪是有賣點心嘅，我嗰邊有賣。有本 the other end，有賣幾盤嘢。OK，我知啊。知啊，伊都好，係你一間咖啡店，end of the бан山，就是喺你咖啡店了，你會看到伊嘅。OK，我會去 try 看啦。
卡，特別我媽樣個吹到一位雞卡，我唔知到嚟啊。因為伊煮滾湯，又被壓推面線，又被壓卡本嘅。哇，好呀好呀。掂壓卡，然後伊掂淡薄淡薄又仔淡薄嚇呐。以後我記得咯。誒 ，actually，是唔是 Terengganu Road？我應該自己會曉做，你應嘅物。是唔是 Terengganu Road 咧？唔知我唔知 Terengganu Road 出到咯。我唔知伊出到咯本來，所以我唔知別個講。特別要只點湯嘅是未點湯嘅。哦。點冇上湯。你自己會點嘅嘛？我呢啲你未點過上，你自己點一項哦。我係細 ，actually 我有淡薄咧藥仔啊，我買入來藥仔，好如點啥物排骨啊，是雞，我係細去買雞卡，㗎啦嚟管嘅，甜下雞卡。OK 啊，係啊。伊會夠味啦，伊袂成個講管了無味無所水喺裏邊嘅。對啦。係吧？OK 啦，特別你講係紅棗啊，你可以點冇？有伊一包嘅，你有紅棗了啊。特別雞卡袂使管上爛無好食嘅。我呢度邊淡薄會爆掉淡薄。每隻魚食了你拿會胖嘅。我愛。我食你吉利，安尼食素食噗，嗰咧伊把。你吉利你只攞拿我胖嘅咯。拿我胖嘅咩？會咩？你只食安尼嚇。我若是食上女嘅嚇，但係自己我煮鹹菜粿嘛。嚇。然後我係杜卡見落去啊。好咧。 The first day 我食嘅時，哇好食 because it just nice 加落去嘅時，佢少淡薄誒。resistance 淡薄。淡薄啦，然後第二日嘅時食落去嘅時啊，我都 start 到 feel 無咁爽了。So 你嘅 gagging 嘅咧？我冚咩食個了去啦，我唔知我留到一地無吸到，哇 ！The last day 食嘅時，記你到嘅時。我suka 食，我會使去滾 actually。真係。你 suka 女嘅，你咪滾個女咯，一滾個土豆都冇食。對嗬。你雞卡土豆，即土豆做紅棗雞卡土豆三項嚟啊！我係頂到細漢仔食是杜梅加土豆湯。你會使滾紅豆本咋？紅豆。紅棗紅豆，咪係上次啦，淡薄啦，然後加即個雞卡。阿卡。控啊好食。你安尼款。嚟，我俾講雞就對，講雞。我係控。brace。哦 brace。控吧，控豆要吧控。俾講嗰啲雞 recipe，我話新疆你厝煮雞哦。你做安怎做？雞就做愛。你殺雞。我成日殺嘅喎，我同佢講啊 ，because 我諗細漢嘅時候，你在古早半山，古早嘅時 before 半山有開雞河路嘅時，你就家己睇家己雞 ，right？ 對。所以冇人愛睇，所以冇通食雞咯。然後，咁我係講睇呢到處。然後 after that 時半山有開雞嘅時啊。你就愛買幾隻，你baru會通食雞 ，right？ 你點寫係時有通食個雞啦，特別冇講啥當金安尼食雞啥就為咱食安尼啊，古早你人食個雞白貴雞嘅啊，我 I remember。然後，所以若是講睇雞呢，就是伊人無做過來，就是嚟殺 ，because 貴隻嘛。You got to finish 冇歹氣。冇歹氣嘅定，安尼講嘅人嚟，tell you some people。然後，伊人就冇煮豆油雞 ，you know，so 伊咪是嚟殺咯。我真係食殺嘅 ，because 你在你殺了，你去點下你番椒咗。雜貝不濃啊。雜貝不濃。豆油番椒。整個蒜頭。哦，你係嘅啦？了係淡薄豆漿。我冇食安尼。了係淡薄嘅芥辣，甲淡薄嘅糖。所以伊個鹹、個酸、個甜。個香。
豆醬。啊，你去安尼看店面啊 ，is very nice。阿伯你去買下你咁嘅premium 哦，豆油。oyster sauce 無 oyster sauce。哦。有一個查某嘅，加一個船嘅，伊就愛下你爾呀，別你啊，無好食呀，有講啊。我試過食咩是豆油加雜白布隆呢？運豆油加雜白布隆我哋。我若是講殺下你雞，若是下你雞真係 fresh 嘅嗬。你係豆油 pepper 加 oyster 加豆油 pepper 加 sesame 嚇 sesame 都好食了嘅。tapi ni 這邊嘅人啊，這邊嘅唐人啊，你知影 suka 食安怎？伊人 suka 食係 chili oil。哦。了伊人係迄個烏醋。哦。啊，伊人係 chili oil 係烏醋係豆油係糖係 lemon。我是個食迄個人食雞飯番椒。椒。啊，我本 suka 迄個。啊，你係嘛無講真歹做，寫做好。Actually, one若是講sake anything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it's sake, what anything goes. 你sake安怎殺個未準啊？你就愛參加，你就愛 poach 伊嘅迄個雞哦，你係你嘅姜，你嘅蔥，把了落去啊，你規隻雞係落去。I mean，滾那個係。滾無，你知影？你若是賣，你 depending on whether 你賣迄個雞嘅湯 to be clear or you want the 雞嘅湯，or 你冇用迄個雞嘅湯。So depends 啊。If 你賣迄個雞嘅湯 clear，你就要冷滾起來。哦，你冷你雞就要接啊。若是講無呢，你就要滾啊下落去。tapi one notice 滾水滾下落去了，你可以，你就下雞落去啊，伊就無蝦米啊呀，伊就無滾去啊嘛對，所以你就愛可以倒轉去滾倒轉，因為滾嘅時3 minutes 你冚開。哦，你3分鐘啦冚一回。一滾後成啊，滾了你拍3分鐘了，你冚開了，你夾一個掛給伊冚起來，然後可以浸個冷。哦，浸個300伊水冷去。伊水冷啊。出來 shock 伊或 anything 啊。然後你夾出來咯。伊就 poach just nice 咯。你會使當今。你會使買成個，你會使用上嘅 method 來 poach 伊個哪伊個帶呢？伊個吹啊！我無試過食，我嚟為嘅，我試過食。會使，但係若是講啊，你安尼款食，我甘願 steam 啊 ，you know why or not? Why? When you steam, you retain 伊個，伊無走去水位個了。tapi steam 冇咩想咯嘅辦法我啦啥，你 poach 嘅，你 poach 嘅嚟煮嘅雞飯嘛湯。你 steam 嘅有會流水出來本嘅，你而你去煮雞飯咯。我有 steam 嘅，我是大擺時間，我是個講真呀，伊 steam 嘅嚇，吹了是係醋，係米林嘅醋，日本啊。倒落去啊，淡薄鹽，吹時係淡薄鹽咯，แล้ว係淡薄姜，佢吹得一時倒咧醋落去，甜。日本係醋。แล้ว哇，你計係你正辣路嘅咯，真係係，伊接啊，伊醋參嘅伊雞接啊，400好似係交杯。你講同埋有你不多有嘅就。有啊。阿 John， 你嗌是唔是阿 John？ 有啊，我同佢講有啊。要做較別行式較特別嘅雞咧，讓自己按照煮按照無上較特別嘅，成日都要做咧紙包雞啊。
阿 John，紅椒龜，以後攞畫面，以後乜畫面？紙包雞是抓包雞，你隻雞嚇？你知我看到是蝦米哦？係一粒有一種講係你雞毛啊，嗰啲你雞毛會為你。哦，我知成個你哦，一塊啊！應該當隻驚。喲，我驚。我想講係你來就聽見佢二隻你唔驚。阿 John，係咪？紅椒龜。係咪嘅？紅椒龜。哦，紅椒雞。哦，紅椒雞成個聽過人咗講 remind 我係冇咩記啊。紅椒就是係你紅卡豬咯。哦。係你。我不知過。啊，豬米線。啊，對，豬米線對。按照做嘅你是脆啊，是多意思啊？唔知你話有食呢？你講我買到咧是豬，然後伊放雞落去煮咯，煮啦，然後就大概一食了嗬，伊就夾放紅椒落去啊，咁嘅豬等陣。豬就係你食嘅白話豬，你成種你要成個係成姜啊，上面去炒。有，放姜咯，放雞，然後放椰味素咯，然後放下味素了哦。麻油哦，應該是冇放。冇麻油 ，OK。冇麻油，然後放落去啊，然後炒個熱雞愛食了嗬，再來放紅椒落去咯，放椰紅椒落去咯。哦。然後你看豬濕嘅，然後湯啦啦。有湯嘅。食啦，做少。執。我個另外隻嗰隻是人讀不多時隻啊，係你雞椒啊，我們就見隻。黃色嘅椒啦 ，yellow wine。豬椒嘅。伊是actually 你咪用佢哋椒乜嘢？呢個上你燒成椒乜嘢先？冇隻。我是係邊你椒配脆啦，特別我。係椒有攤脆，你去 Chinese 食點去脆？呢度嘅。Glutinous rice wine 有攤脆。特別伊炒味哦。別啦，伊椒冇炒味，椒甜嘅椒嚟。少，所以我是係你燒成椒啊，後佢嘅湯。我係隻姜切咗隻姜，了加冇係木耳，我近係姜咧，姜加炒豆米拍麻油加姜豆米加烹嗰時係雞白去炒咗雞白嗰時候都係豆椒啊，嚇都豆椒之期，而且我冇做開豆椒，豆特別注意嘅是個豆椒，แล้ว個滾呢時，有時講到時候呢時，伊 evaporate， 伊啲係做點炒嘅時候，伊走去味，所以伊卡，你對係個蔗椒，and 啦，你係特別注意性，呢是個甜椒嚟，呢滾呢是個味素冇香嘅種。我唔食過係你正嘅你味椒。係你做味椒嘅味素嚇，加即個小香蕉冇香嘅。是啊。冇香。嗱，雜包報來啊 ，MC。有雜包報。但係一看上面我做亂嘅了，笑。滾水罐。你滾水罐啦，滾水罐到。阿John，我走了，我一定2點幾了，愛到3點了。但你都冇做工。我帶我媽在靠下門，我做咩到冇困？嚇！你話你俾你硬做豬，你講你話講你叫雞。阿 John， 我希望我係講啊，阿 John， 表阿媽都講下面就一部，你講我 as long as 你個冇 trouble， 個冇有驚咧，你做咩入邊開一教report？我教伊 report， 我想講，你話講，你冇教應該冇驚咧，你對曬去叫雞。冇啦，你用安尼好啦，安尼好了。Oh my god！ 我講句嘢冇話肯講話。用起話仔，OK 啦嘅。OK， 我走啦，走成啦，拜拜，拜拜，鏡黑仔，拜拜，拜拜。雜包寶啊，雜包寶。啊，咩事？
雞，你叫雞時，你叫雞是叫愛雞，但是殺雞雞背。雞背啊？嗯。得啦，有雞背啊。咪store啦，看咪店。你平常時是個食咧殺雞呢，還是個食？都是愛看咩人煮的啦，安怎的？有個人嘅燒雞無好食的，有個人嘅迄個白斬雞無好食的。哦，所以就看。愛看出名未？哈？就要看單啦。嚇，都要看單着。你說上一單攞來好好的呢，攞行好食呢。你說講你是你去叫地。我只看過骨店物件。我就是帶妹妹啦，你咁玩。我係過得到咩話？你話看咩就講，我係食一個，我唔係食你。你個大粒頭上，你 OK，所以你成個。我是15 16嘅。你第一好食嘅燒嘅雞一半，甲第一好食嘅白斬雞一半在你頭前，你要學你揀一半嚟食，你要食到。燒雞。燒雞，但係是。燒雞冇條件愛有老食。哦，特別老子啊！哦，個條件咯，哇！白斬雞特別愛有番椒。我知啊。你是個食雞哦？我。我哋是個食雞啊。哦，雞年咪是啱咯。做咩咧？叫你雞年咩？我是個食南多沙。白斬雞啊。南多是小雞啊？即係 Kenny Rogers 唔是小雞本啊？冇好食咯伊，冇好食。唔知啊，我食久冇食，應該倒大了伊。佢有個我捌看過人 post 過 Kenny Rogers。冇人嘅那邊國爽嘅喎。Kenny Rogers 先到我到啲 KL 讀出嚟時就食啊。啊，那古早了難度出來是，馬路難度有迄個 app 是，所以你達到食有貴30塊，你會 collect 伊個雞咯。你到唔知第3道嘅時，你就攤掛到一根。哦，你看呢，我都食到啊。都你拿叫，就啲叫雞對啦。哈，啲隻雞。怕對在，但係聽到你講啊，嚇，你做過人食啊，你物件。啊，我本身真正是個食人做過。我要雞。喲，誒，講冇要continue講我未，我未講，我成日查住嚟呢，我講食物件，continue食物件乜人？嚟，講。我冇講，你講我是個食人做過嘅麻油雞咯，แล้วก็有迄個麻油豬煎卵啊，有雞嘅，個有薑絲嘅，好食哦。伊是薑絲 scramble egg 啦，係椒。啊，個起布咯，伊個 egg 就是 scramble，然後我們樂人講係白醋嘅，好食哦。也去做好人食吼。As long as 講到雞，你講上我都食咩雞講法？係咪雞？麻油雞、豆油雞。是上街，無人。用鹽做嘅。無人了個了。燒雞絲。嚇？燒雞絲。燒雞絲？嗯。燒雞絲。燒雞絲啦。哦，燒雞絲。我不是較食燒嘅雞絲。龜頭大咧。我知真係好食嘅。我對 October 2015嘅時，我冇。John connection 對呀。大粒頭聽唔到，得個大聲播。冇 John 嘅 connection 對呀。冇對，阿 John 去食物件。哦。你走去食物件。嗰一個幾好食嘅，就是鹽去做嘅 salt bake， 跟當話就是用焗雞。伊叫做迄個鹽雞。鹽雞。鹽雞啦。好食啦。鹽雞啊，伊個雞啊，伊夾去迄個鹽去 bake 嘅啊，伊個雞 castrate 了誒。哦，係你話唔？所以雞個大隻嘅啦。
我到啲 Boston 嘅位，我知有一個位，我 normally 去嘅，但係迄個位無講特擺有嘅。然後我知個一位好食嘅，就是到啲紐約嗰邊。嚇！迄個位我 every time 個是我去紐約，我就是去嗰邊去食了。伊就是一個 restaurant，伊個粥好食。有 all sorts of 粥。哇，好了。伊 specialize in 粥誒，特別伊有賣香港人做嘅啊。飯，咧伊有鹽焗雞 ，and then of course 你 especially 叫人炒蝦物件咯。but 伊睇咧規個店 specialize 就是粥。Actually 粥是伊煮一項款嘅粥。白嘅伊行來係八項物件落去，就是無相味素了嘛。I think so 啦，應該是香港人開嘅嗬。香港人開，伊香港人呢會做粥好食嘅，別人啊做粥無好食嘅。有 ginger 加 chicken 嘅粥 ，all sorts of 粥啊。One whole list 係。He always full house 喺呢啲。是咯，香港人呢做粥好食，伊人係粥啊，真正骨嘅，都無相味嘅。有咯。所以嗰時我 every time 去紐約我都去嗰邊去食。遠哦，就係去遠哦。伊 Chinatown 呢？哦 ，OK， 你係 Chinatown 離開路，遠啊去。到啲紐約。嗱，John 對我呀，大粒頭上講，你係拉對去，冇聽到你聲。我去鹹嘅食，我們是食雞 ，chicken pot pie。Chicken pie。Yes。你家己做那是你買。買對那個嘅補，伊是。佢嘅 dish 啦。Because once I storm 嘛，所以我 stock up 我出物件。哦，是啊。落索我會。落生。落索我會。未刷過，今日較濟個，今日。可能要搬出嚟 ice 啊。I hope。今日無落，馬仔都無落，後日都無落。好夾。好我對厝一個落。落係咪有落咩？我早兩日落。落色還是落生？落索落索。但係我講咩話冇對象講咩嘅？冇鹽焗雞。講食係咪？白下係咪？講焗雞，那個講粥。講個粥皮。講個粥皮。你話你雞粥還是粥？食過，我先食過，叫做粥我食嚇。你冇食過粥啊？你嘅粥我唔捌食過。你先食乜鬼嘴啊？係啊。我先食過去我講呀。我煮雞粥嘛唔食啦，然後係咪咯係？你過嚟過來哈，過嚟過來。即係有面啊，ลู嗱，有乜腳過嚟啊？依家㗎？冇啦，新疆乜人食粥誒，辦東西哦。係咯。買煮包糜嚇。我個你講得好笑，早幾個時。我講新疆煮下面，我講要煮鹹糊骨牛奶我能咩？你冇面嘢做啊！你煮鹹糊骨。鹹糊骨係哪笨蛋？冇人食。鹹糊，煮鹹糊。鹹魚個冇好聽。唔要緊嘛，鹹魚翻生嘛。好嘛，肯定是好。我做咩事先食袂使食糜？我人先食菜就食糜啊咯。冇啦，湯調做咩啦？
真正你是食这水鸭皮？冇啊，阿妹 dinner。阿妹 dinner 是英國食個咖喱啊嘛，before 先食啲食到切嘅時，阿妹對煮白糜配嘅 leftover 食呢。配食油菜還是你配咩？我就唔是油菜喎。你做先正菜係咩講啊？馬路啊？唔，一雞啊馬路。我冇得呢啊！我當時頂到我當時去我想講阿媽個地下面嘅時，特別去做一道嘅嘛。係我細漢時我第一 happy 嘅時，我第一個先正嘅時，應該有紅包啦，有物件食啦，叫人鳥到紅包咧，無叫人付紅包。當期無暑假了，紅包叫水咯，頭一條紅包叫水。然後我無開啦，紅包是少亂嘅無開。特別咧。你特別倒卡手啊嘛，對唔對？你打去頭表。未，馬路我人變 host 去了，慘了。哦。然後嗰啲人，我特別我愛做 guest，特別無談。因為都無啲我人愛出做啊，本時我人愛 prepare food 做。我做 prepare，其實 prepare 是假嘅。伊人 expect 開喙食你咯。你學得 draw lots 啦，你講 OK，今年我人 draw lots， 看出去 draw 掉。就是啦，只係無暑假一樣嘅興嘅，睇下一邊啊巴嗰邊我就我人做緊了咯，我係買到嗰邊薄落咯，嗰啲人嘢咯 ，OK 嗎？嗰人嘢貴行嗎？你特別做啥物？你佢倒下手。馬路我人做較濟做 vegetarian 嘅物件，像個 snack 啊、party food 啊，你看都較用，做 dessert 啊咩啊。因為人家做飯啊，咩咖喱啦，咩款嘛。實咩啲出隻呢？做好了啊你，我買勁下你燉人菜嘅了。隻飯嚇，伊個咩啊，真濟嘅，伊是較勁嘅，伊是較夾你咩肚肚啊，煮物件落去啊，去煮幾粒，係夾提起來嘅去煮幾粒，煮湯了，等下食嘅時加出來淋油料嘅。咁不如開心嘅，佢想食物件去甜啊，你看家己煮。咁你成日講，我人特別先，你講你先食菜都是有幾行嘅，我人特別。啊，我有係咪啊？我嘛做叫咩？係咧，加係咧芒光嘅。你唔是，我家己包成個蘿蔔，我特別肥嘅。有係土豆嘅，係咧，咩名係咧？光槍啊，是哦。光槍唔是用迄個大迄個大腸來煎嘅。無，我人買迄個腐皮啊，腐皮叫咩？豆雞皮啊。光槍啦 ，vegetarian 光槍。古早嘅 maybe 古早嘅愛用迄個加咖喱啊，加油嘅。有我是講。無啊，迄個你洗前去啊，你就愛。你想一円啊呢？像個馬山你看呢啊？唔是。以前甲地圖棒你看對唔對？地圖棒。哈？唔是用迄個。迄個是放生油。但係我真係喜歡食迄個物件哦，我知影怎做時，哎呦我咪要炒啊半時做到半暝，佢幾手油個了。我咪食生起來咪食。迄個無食，迄個叫做放生油人做地瓜粿呢。哦，迄個好食吼，食起來是好食哦，做嘅時哇又炒啊出個了。迄個是地瓜。呢啲是成個油嘅棒嘅咧，嚇。你睇個 spider web 你看啦，一你真爽嘅嚇。特別要做就無爽啊！你一個係咪咧？油真臭啊！你塗油嘅味真正臭。一個係咪物件咧？你先正菜。糖水咯，我是家食，馬路我係馬路少做糖水咯，之類咯。勁啊，薄泥啊。蓮子啦，白果啦，你看。哦。薄泥嘛，那係糖水。唔是薄泥啦，我唔是家食薄泥。我有糖水有白。有啦，薄泥我知。薄泥你冇食過白。女嘅。What is it called? Snow fungus or something 啊，唔知。伊無 NO 先嘛放薄泥咯。哇，食 NO 啊！哦。薄泥個。Is white fungus。白條 clear 嘅。伊是白薄泥加白薄泥有勁乾加咩啊？John，baru 早幾日我朋友啊，伊煮一個糖水啊，伊係勁紅棗
บอก你啊，แล้วก็一項物件哈，唔知係咪來啊？桂花是唔是？桂花。伊上個 jelly 啊呢，特別 brown color 嘅，叫你唔知。桂花啦是哦，人係啲 jelly 嘅頂頭嘅。我即看係咪叫桂？唔是花來，伊要上。唔是花來，伊上個有紅色有色安尼款咧嚇。伊是 brown color，tapi lu kalau kita sangka jelly ane yo。係啊。唔是。大粒。啊，嗰一地啊，我上個啊，伊唔知有貼破哦，真互伊碰啊，是咪我唔知。係啊。唔是，伊到啲中國嘢，佢嚟咧，伊做互我食，叫我去伊厝食。哦。係咪做嚟嘅嗬？是啲就係做嚟嗬？我唔是，伊係 jelly 啊呢 ，transparent 呢。伊是上個。aga。係 transparent 呢，真好食呀，特別唔知係咩嘢。冇，伊冇要。transparent 係喎。QQ。啊 QQ 啊呢，伊上個 about 攞位大地位細地呢咯，但係我講唔知係咩物件嚟。伊是圓嘅啦。冇 shape 嘅啦，伊嘅冇 shape 嘅，啊，伊上一地呢，了，伊個講未出，互我聽是係咪來，我都未曉。哦，你每鄧人字嘅，有寫鄧人字哦。有寫。你每寫鄧人字啊，叫啊？啊，我翕相影啊，叫。啊，叫啊嚇。我唔曉。搭過伊講物件，你冇聽過？你冇聽過黑色嘅機子哦？唔捌。嚇，到時伊講互我咧黑色嘅機子，你我去 check 就係我去 check，我 Google 有喎，有安尼款嘅物件喎。哦。Black goji berry。哦。啊，macam-macam 中國嘅錢物件咧，all sorts funny 物件。啊！我有一項，我寄互你，我有貼小影起來 ，because 我去嘅時，伊寄互我看啦 ，all this 啦，all 嘅機子啦 ，all sorts 啦，所以咪是貼小影咯。你到美國英國朋友啊？嚇，伊是中國人嚟。我要小看，你個新正嘅，但我冇你個新正嘅菜係咩？我人食呀。講個3項。嘛，你看啦，拜係你咩啊？係你叫咩？廚師叫咩？30歲啊？30尾你講起啦，嘛愛拜係你做工作嘛，少。嘛雞都少吧，安尼款啊。係你拜人講嘅物件咯。了。有但是咯 ，normally 我係媽媽食嘢燒起來，我唔知做咩事。燒起來又嚟炒學豆油，一直配埋下白，即係而家咩？冇啦冇，我唔知嗰啲笨蛋做，because 人擺了我就要食咧嘛，迄笨蛋去做熱，嗰時毒係咪笨蛋了？伊就講，plastic bag 來個煮落去。安尼咯，了食邊嘅菜咯 ，because 煮啊，係擺啊，係都要食啊嘛，真緊張嘅。你雞按照煮會曬啊？冇啦，伊去買個小雞啦。哦。我是。了食迄個擺嘅物件咯，你唔係愛有啥物啊？蚵啊，人講蚵啊。你食蚵？唔知啦，你甲你人嘅喙講爾，講了免做，講句爾。第一波斯卡都是安尼款，但係我做大漢做波斯卡先正。哦，你特記。是啊，等下我係先正聽到，伊波斯卡先正。誒，即係講互伊聽了，伊個鬥卡手甲我做。今年唔知安怎死咗 ，because 我人無印尼波了。菜。誒，無印尼波啊，係啊，一道小女。我小女。但我你當今介紹伊聽，變成福建來聽。Hello， I'm the 哥，阿你喲，顯樣哦。你樣來是你幫我樣聽啦。一出嘛，見你。唉，解。我佢咪講，我俾你 plastic 嘅物件，我咧係掉，因為佢係賺咗做咧啦，嗬。嗰時我寫一個禮拜 self service 查掉。有時嚟。
来我厝摆哦，了顺刷食哦，也吹来哦。你摆些些哇！一隻條啊，單都 serve 嘅，點解冇搞到成日款？因為我人去別人厝嘅時，我人唔敢款做就。哦。你歹勢嘛？我你大粒少，冇嘛？未 start 嘅時，你講今年我啦冇一年播，所以。很多其實我人款做咯，嚇。我諗都冇在條做一播，所以當今若是講個了要來厝食嘅呢。self service 啦嚇。阿無你買食咯，我係帶伊一句，阿無買食咯嗬。你可以嘅，你就問講啦，講係笑咩？你嘅就小英啊，翕小英啊，嗬，了翕去 internet 隨者好只咪翕小英叫喺 WhatsApp 度呀，嗱 serve。伊面話放過喺啲大包。喲，大包好食哦，嗬。但係你未 imagine 你就係話你款，你古早可能有印尼波本好啊，我能解刀卡手嘅嘛，對唔對？你就係卡湯啦、卡梅啦，嘅之類嘅，佢哋愛洗啊咪啊油嘛咪。你未叫咩？來，刀卡。哎呀，伊上個你我叫細漢嘅啦，成個教我人上嘅啦，叫伊咯嗬，伊笑來咯。伊慢慢笑，閃着你看咯。今年我大聲講嗰度。啊，無伊你播啊，你目睭看哈。你 report 好啊？report。唔係啦，等你只聽點乜解？但係我係聽啲話冇可以啊！你咪先講笑嘅咩？係做人嗰陣時啊？嚇？做好人小姑又唔是派做人，做人小姑人 take for granted 哎呦！咪好好講咯 ，because 人若是要好好教人講，人唔計明白嘅啦。若是講特別有啲人，假了人無 agree 就長人嘅，佢哋較老嘅人樣愛面嘛。啊，不要緊，我做啊，即係心唔是安怎想，伊嘴講呢，愛面嘅事。你是說愛講人拍鬆咯？愛講人拍鬆咯，咪做緊。就是有咧，就是那是伊會愛得，有咧人想 look，有人想。伊 expect 你做過了。Because 舊年你做嗎？舊年你做嗎？接落來你做，帶你一個，接落來都做嗎？接落來有印尼波。啊，比印尼波本好啦，我人不是刀卡手嘛。印尼波是人嘛小氣死氣啊！伊干那是洗呢，你就你下啲邊一洗好你呢。啊，剩嘅物件不是我人做嘛？咪是洗，伊洗到夠嘅啊！係啦，伊個手都戒啊，就俾手浪害伊啊。就是講啊，有啲人是面皮舊啦。話解啦，我講話解就對啦。Wash，你下邊啦 ，wash your own plates。你係 self service 擦掉嘅，係咪本 self service 係即勁處？咱平時是食咩物件啊？安怎就會人學晒？煮菜啊咪啦。所以日頭講遲疑啦。差唔多啊，你看咯。有成個講冇啥條小刀卡背啊。即啊，只冇，呢應該是八里啦，maybe 是長人嘅。我那時是長人嘅款咯，像個你是大埔，你免做啊；你是人客，你免做啊，安尼款咯。我迄個人來你厝嘅，就是咁做事苗。人客，那是家己人都無叫做人。都是伊人當伊人是人客安尼款。你家己人都無水人客啊嘛。他妹女是唔是伊輩份較懸？我係輩份。即係貴你 family 來啦 ，of course 有你管過我，有你計過我嘛。特別你嘅本無打發手啦。計啊，冇咯。較少是輩份。誒，主要我個較計來，你知做咩事？那是樣較細漢嘅啊，伊嘛好將搞嘅攬掉伊人免做，係咪免做？你食係時伊囡仔掂啲頭殼，家己走去食。哇！我看過這個第食啦咧。哇！你該杜蘭的咯，成個。我該杜蘭哈，上到正我真正白條做，你看，特登我講我先食，我會去食飯啊，我咪看。啊，當今咪是只人聽先去食飯，就是驚啦，補個半死。我今年都食飯咯。冇咯。你來嘛？那是我走啦，我係咪解？我係咪做個了？冇啦，冇就你走啦，伊人會曉講 ，OK， 家人家己厝食，未啦。
人 expect， 你做啦，你做，但你唔是你做咩一句話呢？聽本不會，然後都咪聽，家己做 ，OK？ 啊，食咪食煞，安尼款。我直直講嘛，講煮間你做做咩？煮間你好料做咩？人又冇講 thank you 啦。這是我說你倒下手你嘛煮啦，家伊辣點你咪家己倒下手嘢係咪？你 prepare 時咪教下手 prepare， 咪就係去買菜，買燒生豆不是一個 problem 啦，都就係生豆。because 呢是30蚊嘅嘛，夠車銀嘛，但係車二嘛，但係車3嘛，如來做濟人來時啊，哇真個嘢。有本事我嘛家己啊嚟，我爸我嘛家己愛面咯，愛叫人來，為啥咪叫嘛？我就冇欠 restaurant 嚟嘛，叫落去好食啦。會咩好劇啦？係啦，依個冇靠物件食咩啊？嘛是 frozen 係咪個？啊，都出來食嘛是 frozen， 香嘅嘛。我煮緊啲 fresh 嘅黃食，唔是因你等啊，都彈掉物件。我講人我講食 appreciate 亂嘅了。今年是假年，咁樣去買是人一個 bucket KFC 嚟食。係啦，我特登我佢講，哎呀，你看 party package 上面俾人哋坐，你冇欠到面咯，你拍電話上到你厝啦，開 party 嚇，較好較應個。你怎麼不該回答？我唔是想個輪流做，嗰邊有見到就。隔了10啲都係辛苦。你講嘅對啦，你是老頭哪有啲事？啊，你睇 sometimes 啊，去到別人嘅厝啦，我諗未記 food 去到就，嘢肥愛去都 expect， 你會想安尼款人，煮會變肥嘢去。But end of the day 是你嘅媽樣愛做嘛？係咯，到時樣愛帶人做咩事啊？伊人家己見咯，是咯。愛做，但是個伊人愛做，你咪是無經濟咯。我不知。超寬，到嚟跑，到嚟頭講唔是老頭啦，我哋是超寬嘅。伊在特別買做啲 man 嘛，但你咪是做做，所以我俾去俾叮當。伊冇伊人有講伊未曉煮食你看。但是我會曉我跟你倒卡手出一句爾，走去頭前看 TV 吹下講。未曉煮食，你食下面。你未曉煮食，唔要記才會曉食半碗嘛。未曉煮嘅人食。未曉煮食了，你食下面360個呢？George，唔知道。我靠食啦，我靠貪食。我就是你講未曉煮食了嘅時，假使你出去講讀菜嘅時，你食面。食曬。我入口就是呢度是360。節無食，但是食。啊，又貴啊，又攞你講。咱真正是來食。哦，嗰有一項物件真正大都有食誒，杜卡。哦，杜卡面安怎煮誒？杜卡炒啊？冇啦，你我食咩啦？冇攞是攞。豆油攞。嚇，我食嗎？杜卡煮只菇嘅唔是啊，杜卡係女。我別怪你穿啊，你煮只。啊，你知我看你知你 stove 我買 stove 只只有6厘啦，6厘坑咋？內邊有4厘，外口有5厘。煮咖咧，伊特登無用嘅，伊愛坐本袂通坐。我看見你，我講你煮咖你坐呢，你過來煮咩事？我買咗，拜拜，收檔啦，今年冇啦。是唔是安尼？若是你 imagine 是你啦，若是我講我是我啦，買咗我出 WhatsApp 嘅你 notice 呀。我今年我無煮啊，我去 vacation，你邊啲煮？我有朋友安尼看到就，大漢鬼話啦。伊不是講伊嘅親戚，人家講你厝較大嘛，錢來伊厝了，第邊成個搬家己厝安尼，然後伊知啊吼。伊開始食飯，伊甲伊囝講，我人無愛去食飯，特別不要見到去 road trip 咯。because 愛走伊人嘅事，伊講我互你人做一日爾，冇一日爾，幾後買啊，我頭走夾，伊講未佇厝本買出聲，驚死佢。你嘛，怎麼不你當今你會使做 many 嘅 plan？是啦，問題是我 parents 買嘛，愛面嘛，呢是 problem 啊。你咪咁樣講，你快去買攞掉啲個樣食飯，你講我彈 lucky draw 誒。伊叫你換掉面一頭烏去啊。你冇啦，是你啊！啲時候喺你爸母愛好劇啦，人愛歡喜人來食，可能歡喜啦，有人是。
唔知啦。你做個巴士啦，你嗰就鬥下超啦。我媽咪是要做，特別你嘛會險啦。我講攞個嘢嚟咯，一姑娘。到這裡咧，我準備咧，我準備新疆菜係咩？你特別講到新疆菜，你是想到幾行三行？講下，我準備買秒條，秒條。你講係咪意思新疆菜？我冇明白。新疆菜咯是新疆嗰個食菜。冇啊，嗰啲咪是香嘅。嗰啲爆虎啊！你講爆虎啊，爆虎。拜硬講拜做工作嘛，哋嗰啲是香嘅嘛。就是阿咪有阿你阿咪阿咪膀胱叉啊，是哦。膀胱叉啦，個咪古拉雞啦，你可能拉拉實實咪嘅啦。鹹菜鴨我食鹹菜鴨。我冇食過鹹菜鴨。แล้วตูต่อเทิงนะเนาะเนี่ยสิเจอสิจะ有當時有ตูต่อเทิง鹹菜這個油叉就是膀胱叉啦。嗰陣時福建人啦，是唔是？福建人啦。福建人嘅 food 啦，我諗唔是啊。哦，你係咩人嘅 food？ 尋我是咩啊？客家尋嘅調椒都尋咯。我想啊，我想，特別我冇知知咧。我媽是調椒，我媽嘅餅是調椒人，我爸嘅餅是客人。尋整嘅我是尋整。我諗住好點睇。冇 fusion 啊！你講啊？我是食牛肉咯，當時個係咩啊？當時我公司叫烤吧咯，烤吧。你講我食嘅物件，覺得冇香嘅喎。淡白，我菜包豆腐菜不啦，我菜包豆腐叉係淡白。你用日菜咯，我冇食咧。嚇，鹹菜鹹菜係特別有。肚豆湯咯，嗰時係你咪虎票湯啊，虎票湯。我冇煮嚟吃咩？然後你係什麼？然後切爆虎啊，然後你杜卡咯，咯。炒麵，特別愛炒麵，唔知做咩事啊？哦，麵食一頓咩？唔知啊，伊講有時做公司嗰隻麵，三星人嚟講啦。哦。啊，你杜卡不是為咗講你我公司嗰隻杜卡，所以。哦，特別你唔見食咯，就見。啦，伊講愛擺嘅，冇擺袂使，但係伊講伊袂食飽個。日睇嘅咧時間嚟擺咧，只係後30咩事？早起煮啊，係咪食？冇，食 lunch 啊。哦。係部隊。แล้ว30咩咧事？30咩？去我嘅媽阿邊嘅位。哦，別人煮。薄辣，我人煮淡薄啊。薄辣係啷嘢咩？但是做迄個咩啊？叫咩？點心迄個咩？蝦羹啊，是有蝦羹。哦，蝦羹。蝦像個蘿蔔安尼，但係唔是黑色嘅，有腐皮來包本嚟。哦，尖竹。迄個叫咩？尖竹，我唔是蝦啦，唔是尖。安尼款字嘅物件，食點心嘅物件了 ，dessert 咯。那個冇想哦，那他邊不會食，他邊個 easy 較凊彩啊不？哎，馬上是有包蘿蔔哎。哦，好像是有。聽到是。好香啊！成個是我食久無對，先食久無對，而家我唔知。我媽冇冇煮啦，先食較少煮啦。我對是我唔是先食，是我煮成先食菜啦，我是叫做先食菜，但係我未來先食菜是蝦米物件咯。你有食濟人來你厝？冇啊！你冇啊！你可能垃圾有啊！你就是跟我相 feeling。我是奇人嘅厝。我厝幾人爾咯？我聽到我媽我哋是有當時我姨有過來，但冇特別即少啦，即第間是少過10個人啦，可能。個少人是，老生嘅是我屬格，白鐵工嘅是我屬格。老生是出去個 hello 啊？老生冇，我人家己個嚟人，你出來 family 一個 family 人啦。老生，然後食阿你攞冇嘢攞啊，叫咩？唔知叫咩啊？我係嘛煮，只是嘅迄個糊，成 fresh 嘅糊，安尼款入入去阿你冇可以食嘅。食爽啊！打邊爐安尼款把嘢俾是冇嚟啊！哦，我冇食過，我冇聽過。你老生都家己做嘅，用菜啊，安尼款做嘅，唔是俾你 plastic 嘅。係咪生咧？嚇？生上面咧？係你糊咯，
魚生嘛？魚生是用咩糊啊？salmon 咩糊嘛會使？冇啦，我諗會用 salmon 啦，切啊你糊白，แล้ว點都佢咯。我冇切隻啦，點都叫佢食，佢哋唔會。我隻哦。誒，唔可以成個隻好隻。我notice我對佢本來也是啊。我notice人馬來西亞人是個食 salmon 啊。哦，是啊。salmon 啊，tuna 啦。all the deep sea 嘅湖啊，古早先嘅是佢哋魚生啊，是用佢哋金棒湖，金棒湖咩？真係死嘅掉到。咁樣唔是陀沙嗰隻你叫咩？龜膠。你標啊？硬糊。catfish 咪陀沙咯？唔是陀沙，陀沙是硬糊。呢是。咩你好啦，唔似咩？人開多隻誒，係咪糊啦嚇？細多糊，細多。唔是，細多唔是糊啊？開多隻糊。你糊啊？你糊。啊，對，你講對。你糊唔是遲啲喺你肚那邊咩？你食個抓，是唔是你糊？唔是啦，不當你糊啦。日本你糊啊？你糊就是人開多隻嘅。啊對，你糊咧就是一隻刺嘅。古早一隻刺嘅。古早嘅魚生啊，是用你糊嘅，你知冇？哦，呢是了啊，佢哋你糊，你就夾對嚟嚇。佢哋你糊就愛畫，了啊！伊你糊會教人嘅啊，伊會佢哋出去啊，真strong 嘅啊，加落去佢手會對啊。所以你插一支嘅，佢哋唔是嘟咩嘅，佢哋插可以加了啊，撲伊頭殼可以冰山去。แล้วบอลก็เลยขี่มาให้จ้าผมขี่มาจริงนะที่กุดอ่ะสิ่งที่ทำให้กว่าสุดเลยเรียนอีสังกุจ้าต้องกินตลอดหลังจวนเนี่ยลูกกง綠紅即講你講內湖就是人開多，迄湖你講就是開多食嘅嘛，是唔是？對。阿毛叫咩？阿毛叫咩？真係似嘅。阿毛叫咩？係啦，我再講就是有一個蛋，到底本來我唔知啦，當今我唔知有冇啦。古早我讀冊點先是，我知本來有一個蛋賣內湖梅，真係好食。哦。大陸位啊？Song River。Song River 個有賣過內湖梅。哦。伊內湖梅真係好食。我讀冊時我parents usually 打包 from Hoping or other place 啊，但伊內湖梅 Hoping 真係好食。有冇啊？咁你講食你成日，你是一碗一杯梅咧是浸糊到啲咧梅嘅湯來食，咱食下你講。你就係你steamboat 嚟，係你攞插電咧。你梅 base 是，你係你蘇嘅 base 是梅咯。你有料嘅啦那邊。有料嘅。我冇聽。更料豬啊面啊，真好食嘅。哦，你做嘅時候，冇你老生了嘅時，你夾你糊，係你柴膠好了嘅時，半開隻啦，成個細粒咁梅。哦，係是。誒，我少咗隻物件 ，sorry 啊。頭晚你講，伊講係咪拍你糊可以試下，拍你糊可以顯起啊。我少咗做咩？我嘛未 complain 了吧？你未成個我你 complain 你坐人來啊 ，prepare food 啦。伊講伊細漢嘅時啦，個加食啦 ，because 人古早無。maybe 啲根本無我哋 market 下面嘅，你愛食雞，你特別抬雞；你愛食鴨，你特別抬鴨。所以抬真濟啊！所以真古早伊講，哇！今日物件無攤買嘅，今日用手做嘅。基本都係食。嚇！嘛，你哎呀，market 有攤買，車子就開啊，唔要緊，我去 market 買，所以伊做啊無 complain。伊拉實只應。你特別學者咧，咁你買我問 complain。啊！死！當你時候你買，講你對去抬雞時，可能加 complain。我買到 KFC 啊！因為伊個咁講，我咪 KFC 俾使擺啊，你無頭嘅。
我講我見難到佢頭咧，我見到我除頭。有頭有尾嘅。特別我係朋友，無頭嘅嘛是驚佢擺個亂啊，個嘴一地嘛是按佢。特別有頭。不要緊嘅啦，哎呀，馬路無關嘅啦。你後家可以入邊明白啊，無我去 print 咧連啲 plaster 先，我查到佢 3D 嘅。就是你不要緊啦，先睇佢夾萬晒拖幾頭佢。查到佢，唔係啊，查到佢。你 KFC 做啊，是這個頭嘅係你。喂，做工上話，我係咩意思啊？你嘅 KFC 嘅雞甲嘅雞頭無像，你講將兩人嚟一齊。我講係咩幾隻，慢慢接起來。含正經啊水咯。啊，就是話 ，OK 了，再講咧，你新正菜三項，係咪嚟？你新正嘅菜，你想到新正嘅菜係咩菜咧？我諗古早我諗食新正嘅菜啊 ，as long as 你有肉、有雞、有鴨、有魚、有蝦，哇！到你誒咧，嗰時就係有菜啦。然後就係你就係有蚵仔菜，就係有蚵仔菜。哦，蚵仔菜是唔是蛋殼？唔是，蚵仔菜係你 lettuce， 係你哦，係你膀胱嘅。OK。然後 because 我係媽是福建人，我係爸唔是嘛，所以我諗就係 alternate， 一年食一項。哦，是你食福建菜，你食。fair 啦，所以一年一項咯。哦。古早我媽有啲時哦，都唔使啦 ，because 大厝是煮係你Cantonese食了，去我媽厝食福建菜，所以我媽老了係是無煮了係是，到尾死了係是，就家己個人做了，就一年一項咯。你係想食啊？我有做嗎？特別我分開啦，無相日做無相物件。我知講，就是講新正衣服，你煮一項了，初一就人我人關係了 every 初一個了是食 vegetarian 嘅。然後是初二都各煮別項物件，安尼款。女我受到，我 join 迄個，我 join 十八杯 club。係咪？係咪？我 join 十八杯 club。女啊？女，咱去穿啊！咱去食烘。我諗 BD 厝啊，假死食烘。家己做家己食，都無叫別人做，你家己做家己食啦。特別譬如我我愛做 vegetarian， 我甲講，初一時陣時我驚食 vegetarian，because 我咪做安尼濟嘛，我家己去食啦，愛食飽人家己做啊，我做係濟呢，愛啱食無啱煞。伊這 excuse 啫。無英文咩？即咪就愛做愛食嘛，就愛做。較英嘛，個都唔是當人嘅菜嘛，較英。你咪入夾小英我看你嘅新正嘅菜啊，知道？水啊！甲了你新正嘅菜我愛看，成個食。我啊？無啊，我隨看我電腦有。今年個翕無咯啊！今年翕新嘅係嘛？特別普通嘅咯。普通嘅啦，垃圾普通啊！我成日講起來成日食好料啦，佢甲我比起來。Because 我係買做呢，我就 stop 伊啊。你知食一工嘅啦，你講下你糊票啊，你知係咩糊票？知。糊豆啦，糊票啦，愛拍下你日頭啊，入去oven啊，愛拍日頭入去oven啊，你看你做真濟啲啲喎。One week before 就要做啊。家己做嘅糊票。嗱，買了本來家己做嘅 ，dry 嘅本來家己做嘅，海參本是愛浸啊面。海參是愛浸啦，糊票一邊邊嘅嘛。愛入去拍嘅喎，唔知我 maybe 我買鹽浸啊，唔知。鹽浸未夠，一間咪去食烘啊！
OK，講起我係隨便聽嘅啲夾啊你。你會做下你盤菜嚟食啊？冇，我唔係食佢盤菜。咁盤菜好食。我唔係食。安怎都是客人都冇食盤菜呢？唔捌喎。我跟你講，我煮食嚇是我買餅煮嘅，所以我食嘅菜較濟是娘娘嘅正菜。哦，都客人嗰邊嘅菜都冇食到，有攞烤白是我客人嗰邊。我再講有一項我第一次食就是豆腐叉嘅，叉甲大杯嘅。我冇做。嚇，冇食過。對，我第一次嘅，我想到我老婆。盤菜是客人菜啊，你講？盤菜是客人菜 ，because Cantonese also 有安尼款嘅 pot but it is not as 一般喎，冇唔是叫做盤菜，特別盤菜伊只盤菜古早是係咪community communal 嘅菜嚟，that's why 伊叫做共處嗰邊。你知中國伊是唔是甚至有國一安尼款嘅？咁了。對。所以伊人是你夾雞，我夾肉，我夾安尼款嘅落了 layer 了你夾菜，我夾係咪個了一行安尼款了 layer 起來啊，搭起來。做一個大盤一個了坐落去食。That's how it's known as 盤菜。But 當今人做更加濟物件落去咯。嗰啲係好料嘅。爆虎啊！你啦。古早先係乜嘢話呢？伊 origin of 盤菜冇呢？因為我也未料本嚟啦。我細漢個大漢後，我係真正菜是，我同你講，我鹹菜阿舅父炒咯對。但你食香嘅咩？食香嘅，敢若是。我諗食冇香嘅。我食香嘅，所以我人特別，就是無煮好特別嘅，但特別特別有舅父炒，比如舅父炒就切一羹嘛，然後唔是切嘅羹，你錯辣嘅羹。辣唔要緊，切嗰啲。哎呦，真艱苦誒！我問下煮過一道，我講埋啊，擺埋啊，冇啊，艱苦。對。定條嘢水是唔是？我嘛本食鹽汁誒，冚到這萬光。嗰度定伊萬光水嚇。唔知啊，但是講我人做唔到了。唔對啦，我家己做。萬光水冇定嚇，你會炒未辣死，都炒水。我炒水。我炒水。你家啲要愛貴水定水，話你家嚟煮啊，冇愛sure炒水100%嘅。未老。上個我人做咧光醬啊，不是香，係咧。伊達到鹹個半死，你關咗。伊講食唔到，係咧用係咧烤呐，講烤唔到係啊。你特別教你媽學起來啲功夫啫，你媽。對咯，我買。John Hokkien 人呢都是古來嘅做苦茶。Hokkien 茶。鹹菜鴨咧，鹹菜鴨是Hokkien人哦，啊是。鹹菜鴨，然後。杜多特。係白龜嘅。有。แล้วก็有即個豆油吧。冇，唔是豆油吧，伊是紅白。伊有 spice 嘅紅白，紅鴨。紅鴨。我食蘿蔔。有蘿蔔。你知係咧？Kerabu 雞卡係咧Kerabu 雞卡薄呢就叫有誒。安怎冇嘅嚇？我喺拍電話叫冇人買啊。阿澤地門。阿澤地門。Kerabu 我意做 Kerabu 好食咯。Kerabu 薄呢阿澤地門。我唔是 Kerabu 雞卡，但我是 Kerabu 薄呢，我哋學薄呢了雞 shredded 啲雞。係咧是新疆菜嚟啦 ，Kerabu 薄呢。上擺散蛋去攪伊。แล้วพวกนี้我小家部就不差是咯，我就嗰陣啊，這行就掉了。Kapitan 雞。Kapitan 雞掉。有冇啊？
你用嘅 menu 嘅咧，我知啊。ai đó kapitan ke or gulai ke。我古來嘅 normally 參加，所以我冇真正是真要煮古來嘅。特別我往去食，本身我煮古來嘅。啊，伊是有安尼物件啦，了加蝦米個嚇hamburger。你當時就興食叻沙，有家己做嘅叻沙。冇啊！我諗本有嘅喎，我嘛不是安尼，我嘛只係自煮，including叻沙。我聽我冇聽過。哎呦，冇我買叻沙先轉就是人拍電話講啊，我DC 過來哈，啊，你講煮大部機，對。阿咪大哥啦、二哥、三哥、四哥、二啦，你三不人撐500個嚟個了。好了，就是你講你嘛搞煮咯。嚇！一隻個隻外賣叻沙喎。做咩先食煮叻沙？我未 understand。我唔 understand 喎。tapi what they 冇 understand。呀，是人冇開店，冇得食叻沙，所以叫人。把你無聊嘛？我一項物件，先食但都有誒。咩？鹹菜杯。冇。哦，菜杯。鹹菜杯。啊，我嘛無，這攞都是菜杯嚟，所以我冇食過菜杯。然後有一道問伊是講，買食菜杯啦，細漢時食較驚，原來是細漢時食較驚。因為有幾項物件伊第一無解，菜杯咯，啊你鹹肉咯，特別我人食食鹹肉。好食。鹹什麼我冇聽過。伊個咧青300去試鹽正濟熱咧嗬，然後伊個去煎，切一像小板咧，唔係是鹹嘅正好食哦。哦。你第試啊，第拍子。拍子咧啊，要唔係講話講低嘢，叫我記咗。誒，即係必須未使，我係嘛聽到，大家會發。你是講俾學人聽到，找無人來你處置啊？冇，阿邊人會使聽，我係嘛未使聽。你用啊，攞條蕉冷嘅隻嚟鹹吧。冇，唔是 raw， 伊成日試了是拍單咧，是嘅去煎，啊，對，試了嚟拍單，แล้วลูกแฮปเปอร์กับยำที่สี่แล้วเผาไอ้ตาแล้วเดี๋ยวที่เจียนเช็ดโปะๆล่ะ好食ไอ้จอนน่ะต้องเดี๋ยวเจีย鹹吧你講冇聽過我冇聽過喎อันจอน你冇聽過你是條蕉冷即係條蕉冷菜嚟嘅咋咯我條蕉冷嘅餅是我媽嘅爸嘛，特別我媽嘅媽是煮食，我媽煮嘛，所以煮樣嘢唔夾㗎了。哦，我講誒，一個大薄餅誒，條煮嘅薄，我大薄餅係咩啊 ？Only 我講是做 only 是這樣子。哎呀，我第一暑假咯，你我講嘅 only 是比較了啊，一上把油做嘛。啊，baru kak Ikea hebat. Oni想個 mashed potato 很好做啊！這講過 mashed potato 一萬。我未知伊。你 mash 了，你就愛係糖了個油，慢慢去過個按照。冇啊！你陣間做 mashed potato 唔是嘅，去捲啊，是去吹呢。你係冧啊！我講啊，伊是嘅把油轉一把油啊，嗬，伊用把油煎伊個แล้วอีออทิ出來แล้ว確定時一個嘢一把油起來把油確定時你 mash 一煎過一食一哦時如果就係一把油就對去攪嘢啦特別都會沉糖要煮要糖就係你就係糖落去啊你就對去過個按照啊伊出金黏呢 because 你 caramelize 呢啊你啲你糖 add 落去啊然後摻落去啊你係油慢慢下啫你 because 你只係下㗎了伊未接伊未熟入去下咧伊變做一鹽嘅油所以你就係慢慢倒落去啊啲攪啲過個按照啊伊嘅油接㗎了啦按照glossy 啊，特別未使有鹽嘅，未使油。每個外口冇咩有攤買掉之類，干那只豆油咧。人教伊有攤食。
係咯，阿爸我打包我嘅打包我一記，誒，攞埋一嚟，我笑。個條橋嗎？個發聲，個發聲。個花生食 steamboat 咧啊！伊冇食本啊，伊個芋泥是包到喺嗰啲薄入面咧。你冇好食冇爽呀，你食到喺你個手。你知伊個發生伊有一個branch 在啲sungai Nibong。哦咩？是個發生個條記袂記？伊有做即個芋泥，食咧係白龜嘅。誒，你講個花生，你有一間係咪講咩？個條記啊！個條記啊，我聽過。個發聲我知啦，個發聲我知。我俾佢個發聲，你 Bruce 知道對嘅話嘛，所以我看 video 是看到個發聲嘛。然後伊嘛本教我做隻，所以我俾佢 try 去看咧。because 伊螺是伊 steamboat 嘅螺啊，可以團嘛，嚇。我俾佢俾我有去團。我佢俾只係我個Snapchat 個發聲嘅，你。喲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知道 sorry 啊，9點正啊，哎呦，拍攝，我放到啲後尾講嚟啊，我哋用得聽即係就幫我補咩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恭喜我仔這禮拜特別嘅邊咧，就是我主比就幫我補啦，加工啦，然後個有大粒頭啦，恭喜發財，紅包獎。個一個走起啊喂！豆嘅，對。頭晚日本囝來啊，無全部來。有日本囝來一個啦。了解我啊。了個有禮拜對來甲我講，真正會食咩？做真正貴嘅事，我看這個突然咯。咁時咯，誒，真正貴是 happy 嘅事。你禮拜對來聽看。怎麼報告先就佢講，拜拜，恭喜，拜拜，恭喜發財，我去食紅了。你啊講你條白標嘅啦，睇你來聽嘛，破空頭呀。係咪叫破空頭？未啦，樣就得未啦，我看水樣就得未。OK，等陣各位聽眾，若是你到啲現點，啊唔到啲錄掉，入面 YouTube 會看咧，我會使去這邊頂一禮拜 miss 掉去啊episode 到啲這邊，然後 subscribe 到啲這邊，啊是 whichever side 未叫 subscribe 到正 click 住 subscribe，一定會去買先至，是情緒先紅記拜年是邊好見 T-shirt 到這一陣。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啦下個禮拜個再到先嚟講，會見頂一禮拜 show。哎呦，是我的 subscription，T-shirt，拜。